今集會整兩個版本嘅南瓜鮮奶，兩個都係非常之容易整嘅，分別在於一個係原始嘅版本，低糖、健康、無負擔；另外一款係邪惡嘅升級版，會更加似出面賣嘅嘢飲。直接啲嚟講就係比較肥。先嚟做原始版本嘅南瓜鮮奶，所需要嘅材料都好簡單，就係南瓜、牛奶、糖同鹽。南瓜用一般喺超市、街市買到嘅南瓜就可以。如果用貝貝南瓜嘅話，會更加甜，但係喺今次飲品處理上面相對會麻煩啲。仲有就係貝貝南瓜嘅口感比較綿密，老南瓜就係比較軟身多水，我覺得飲落更加順滑。而且而家大多嘅老南瓜都係好甜噶啦，價錢又平，買一片南瓜可以整到好多杯。每杯要嘅南瓜份量大概係咁樣一片，去皮之後磅過，呢度大概係75克，多啲少啲都得嘅，唔使咁準確。反而牛奶一定要用好飲嘅，夠濃厚嘅，始終牛奶係主體，唔夠香就唔會好飲噶啦。我用嗰啲淡啲嘅奶嚟做加多啲糖都完全唔係嗰回事。呢個食譜亦都唔會用到攪拌機，用一隻叉就搞掂，係咪好方便呢？咁我哋就開始整，將南瓜洗淨之後去皮，直接用刀切就得。要注意嘅係盡量要切深一啲，唔好留呢啲綠色嘅部分，口感會鞋啲嘅。之後將南瓜切成細嚿或者薄片，放喺碟裏面先蒸熟佢。蒸得夠嘅話就會好容易壓成溶噶啦。我用電飯煲凍水起計，撳蒸煮鍵，大概蒸咗15分鐘，可以參考下呢個時間。用煮嘅都得嘅，但係硬係覺得蒸好似更加原汁原味。15分鐘之後會變咗咁樣，南瓜出咗好多水，要將啲水倒咗佢，盡量瀝乾啲。如果你同我一樣用呢種電飯煲附贈嘅蒸架嘅話一定要用有啲深度嘅碟或者碗嚟裝南瓜，唔係俾啲南瓜水掂到個蒸架染咗色，真係好難洗。喺我哋要整南瓜蓉嘅時候，先嚟加熱牛奶，最終成品隻杯容量係320ml，我用咗大概220ml嘅牛奶，咁就啱啱好滿一杯。將奶倒喺可以蒸嘅容器裏面，視乎你要飲嘅熱度嚟決定加熱嘅方式。如果牛奶冇雪過，而你係想飲溫熱嘅話咁就唔需要繼續加熱，熄咗電飯煲佢，利用熱蒸汽焗熱就夠，類似隔水再熱咁樣。如果想熱啲嘅，咁就繼續加熱，但係都要留意返，唔好多過10分鐘，牛奶嘅營養會流失啦，仲會結塊添，口感會冇咁好。喺南瓜蓉度加半茶匙嘅糖，仲有少少鹽，幾粒就夠噶啦，會提升成杯嘢飲嘅層次同風味。南瓜已經係超級軟身，基本上係唔需要用力，用隻叉壓成蓉，再攪勻就 OK。然後將南瓜蓉加喺杯裏面，再倒入奶就可以飲啦。雖然有分層，但係要攪勻嚟飲嘅，甜度都喺南瓜嗰度，好舒服嘅味道，暖暖地咁樣飲落去，非常唔錯。牛奶有豐富嘅蛋白質，而南瓜有胡蘿蔔素、多種維生素以及膳食纖維，做成南瓜鮮奶係有飽腹感嘅一杯嘢飲，做早餐或者下午茶都好唔錯噶。跟住係邪惡嘅版本，其實就係多咗半茶匙嘅糖同30ml嘅鮮忌廉，咁就會更加香甜，更加濃厚。如果中意奶味嘅話，一定要試下。咁啱10月31號係萬聖節，咁飲呢杯南瓜鮮奶仲幾應節添，祝大家萬聖節快樂，飲杯！